为了效果外，大部分国产水果拢需要用吹烧加低温冷冻方式来通过病虫害检疫。不过，淡市的处理机械已经18吨啊，容易造成水果热度无平均，那个继续用如果会有2成报废，相当无彩。所以市长黄伟哲谈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有这机会，积极来争取补助换新。我们的这个蒸热厂，如果今年在芒果季节结束后就可以开始建新的蒸热设备的话，明年的这个芒果季就可以用到了。所以我们希望说在1年内就把它建制完成。另外，比较大规模的5.6亿的扣掉应该是4点多亿了的这个冷链的物流，也希望在明年12月左右到后年初能够建制完成。这样子的话，整个冷链的系统可以保持我们的果品。事实上，不只是芒果，刚刚看到了，包括文旦、包括凤梨外销也都需要经过一些处理。所以说很谢谢，也很急需。我们这个是给钓竿，这个不是买鱼吃。这是给钓竿，我们把蒸热设备做好，就能够让农民的品质以及他的收入得到确保。经过黄市长甲这位立委的共同争取，嘛得到院长当场答应，中央甲地方合作照顾农民，拼外销品质，能够尽快。那不只是建设帮忙，连这个机器设备，这么久没有设，当然市长讲，如果我们同意补助他明年就要用新的。那如果这样整个能够做好，那我们可以整个来都补助，那地方做得好、做得快的，我们也跟着更多更快。那这样我相信，对农民才是最有实际帮助。那我们最重要是提升品质，增加竞争力，台湾才能继续在世界发光发热，有一席之地。根据了解，今年淡市所生产的酸叶外销日本、韩国拢大幅度成长。贸苏院长专工来台南关心外销检疫的作业，甲农产物流中心的推动，同时嘛，学了淡市的防疫做了真好。台新闻关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